前总统陈水扁牵涉的国务机要费，这案件官司是拍15年了。明仔载高等法院要经2审，陈水扁伫今仔日大动作来开国际记者会，公布着21项支出的金流，讲这个支出1亿3300多万，红起诉贪污是1亿453万外，讲因公支出较侪过因公收入，伊强调家己绝对无贪污。因公支出大于因公收入，没有不法所得。挂青色的用英文字写台湾的催案，前总统陈水扁开国际记者会，搬出大水库的理论，强调无贪污。把合法的钱拿去做机密外交，结果再来贪污机密外交，贪污国务机要费。有这款人吗？有这款人遐尼瘾头吗？官司拍15年的国务机要费，这个案陈水扁伫今日公布金流，除了包括卡西迪公关费3549万5300块，对日本甲斐济避免外交经费超过1000万，帮助中国民运人士王丹660万，嘛赞助326民主和平护台湾大游行、全民公投催生新宪大游行等的活动，总共21项，加起来就有1亿3300万2010块钱。远远大于因公收入的1亿多一点。公益经济审7搁开庭，不过陈水扁开记者会，互人质疑讲敢有超过保外就医的限制。名誉是人的第二生命，已经不是所谓的保外就医或者什么2步几步的，与其请律师来帮忙召开记者会，而害了律师再被移送惩戒，我还能够做这种事情吗？关于明仔载会搁开庭，这个陈水扁这款的大动作背后的动机，嘛引起各界议论纷纷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